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花莲，这个花莲零确诊的记录，敢会因为这个事件来破功呢？讲有一个坐代替泰鲁国号的旅客，为7度就车登去花莲，结果互通知讲确诊为着病毒。上界麻烦的是，伊本底是坐伫个第8车第10号这个位，但是唔知是啥物原因，家己搁刷位，搁刷到第4车的第10号。这是互花莲的卫生局真紧张，紧急来联络这个确诊者，甲送到防疫的旅馆。啊，这个代替的花莲车头接到消息，嘛随做大消毒，相关的人员嘛互通知爱自主健康管理。花莲车头赶紧大消毒，每一个角落拢总袂使漏交。连列车长休困的所在，也是用过便所，拢总爱消毒过，因为有一个确诊者，昨坐278次泰鲁国号为7度到花莲，更加烦恼的是，这个确诊者本来是伫第8车10号的位，后来又搁刷到第4车10号，啊是安怎要换位代替也唔知影，因为278次的第8车到第4车，拢变成高风险的所在。8车、4车的旅客呢，特别呢注意一下身体的状况。列车长他所这个住宿的这个备勤房舍呢，就不再提供给其他的列车长来使用。这个确诊的人早起9点外上车，11点半到花莲，不过花莲县卫生局一直到暗时7点半才接到消息，赶紧联络确诊的人。经过了解，伊本来伫家人上班，因为同事确诊，18被人列为采检了后，通知伊讲观察3天等结果，若是无通知就无代志。等到20，伊当作讲已经安全啊，就坐泰鲁高登去花莲，想要到事后被通知是确诊，随互人送去防疫旅馆隔离。这个案子应该叫做境外确诊、境外移入的花莲个案，但是因为户籍地点在花莲，居住地点在花莲，所以他会把这确诊个案当作花莲。因为这个个案不是伫花莲围着的，所以讲花莲目前依然维持零确诊。